即卖全台湾咧做居家隔离的人超过4900个人，咧做居家检疫的更加是高达8万外人。若是无遵守规定，搁伫咧外口拍走，上悬罚款700万。但是也是有袂少人无咧信道，甚至有居家检疫的大学生，竟然招朋友到厝内底来开拍。指挥官陈时中真罕见来讲出着重话，讲即款的行为，一个是毋惊死，一个是不识相，就是毋知好歹。陈先生，麻烦出来一下。警方到现场，处处多塞车转来，伊互人检举，居家检疫，搁拍走。关注止隔离盖公强迫一贯的不管管。出国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有一个居家检疫通。中华原因这对翁仔某为荷兰转来，无乖乖伫咧厝内，先生去公司讲生理，太太嘛出门，厝边一个发现紧通报，问因去倒位嘛无讲清楚。他去医院拿药，对，我看伊经常都在采。要了解资料，查甫人警方伫台北市一间网咖电脑间甲找着，因为恶意无要配合，脱离掌控72点钟，台北市加罚100万。同款伫北部，这对母仔囝嘛伫外口乱说，就算伫因厝的边仔嘛是违规。怀疑是厝边通报的全冤家，要过居家检疫连门拢袂使打出去，是讲即摆来邀请朋友到厝内，现阶段敢若嘛无法可管。居家检疫者在家里开趴哈，可以就是说是一个是不怕死，一个是不识相。单独有限度的拜访我们不禁止了，但是在家里弄到说开趴，这也是太过分了哈。那这我们会将来我们都会处分。无遵守规定的人，目前已经有229人接到罚单，居家隔离罚114万，违反检疫规定的更加有1752万。政府对于从武汉包机回来的那个200多人处理的方式，应该适用到所有入境的人。阴性的，那就把他们放回家去继续隔离；如果是阳性的，那就集中隔离。专家认为，台湾闭关锁国已经换1礼拜啊，若无全力扩大检疫，那呢就袂赴啊。境外移入确诊案例是愈来愈多，防疫敢好都较强硬呢？大家拢真关心。